是有些人和事不值得再拉扯。从前总想解释，怕别人误会我，后来才明白啊，懂你的人不用多说。从前总想证明自己没有做错，可人心若骗了，你说再多也是错。有些话听一半就知道真假了，有些连看几回就知道冷暖了，有些人笑得清静，心却隔着山河。你若太当真，最后疼的是自个儿。看透不说破，不是我软弱，是人到后来才懂，沉默比争辩好过。看透不说破，不是我认错，是有些人和事不值得再拉扯。别问为什么冷了，别问为什么散了，很多关系到最后都是慢慢就淡了。别问谁亏欠谁了，别问谁变心了，答案藏在细节里，只是你早该醒了。你以为掏出真心就能换来真情，后来才知道真心也会为给薄情。你以为忍一忍，别人会懂你的苦，可你忍得太久，别人只当你没脾气。看透不说破，不是我软弱，是人到后来才懂，沉默比争辩好过。看透不说破，不是我认错，是有些人和事不值得再拉扯。后来我不吵了，也不再解释了，谁真谁假，时间自然会说。后来我不追了，也不再回头了，谁走谁留，命里自有因果。不是我变冷了，是心被凉透了，不是我不疼了，是疼也没人懂了，不是我放下快，是失望脏够了。人一旦醒过来，就不会再跪着求了。看透不说破，不是我软弱，是人到后来才懂，沉默比争辩好过。看透不说破，不是我认错，是有些人和事不值得再拉扯。有些情不必拆穿，拆穿了也难看。有些人不必追问，
页，却没删掉那颗心。每次路过熟悉街景，还是会想起你。我以为时间会治愈所有失去的风景，可每当夜深人静，你又回来梦里。这是我最后一次等你，最后一次相信奇迹，明知道不是已经结局，却还不肯放弃。这是我最后一次爱你，最后一次骗过自
280 ulit. Bigyan mo ng 20. 280. Kagaya kanina. 20 na. Canadian dollar is like this. 22 times 20. 看得到。That one is like this. That one is only like this. So that one is like this. So it's okay? OK， Yeah. OK， More. OK，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拜拜。拜拜。拜拜。他们不是美金啊，给我加币，加拿大币，加拿大币这样划算吗？等一下，我还没换算呢，但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等一下啊、枫叶，哇，他们的硬币好帅，透明的嘞。他们硬币中间是透明的嘞。加拿大币20块，等于台币多少？车资280台币，车资280。车资280，他给我20块加币。对啊，他说他给我20块加币啊，这应该划算吧 ？OK 啦。看到我。能看得到吗？对，他们的硬币，他们的纸钞是透明的，有没有？好帅哦！我是觉得蛮帅的。我有收过美金，还没收过加币的。对啊。你们等我一下，换个电池哦。我先插电，换电池。应该不可能叫我找啊，我也没办法找啊，是不是？换现金比较好，不用没关系，到时候再处理就好了，又不急。我们又不急。后来的雨停了，可我的心还没有。但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收藏一下，因为它蛮漂亮的嘞。对，它真的蛮漂亮。他们的纸钞是中间那边是透明的嘞，好帅哦！我坦白说还蛮帅的。
努力前进，可我在寻找意义。如果世界只是梦境，为何痛觉如此清晰？如果未来早已写，因为他们刚才不好算嘛，这大概给我看一下，说给我意思就是给我20块，然后他爸爸说20块好不好？对，然后我大概看一下手机汇率这样，差不多可以接受。大概是以今天来算，大概是452块左右。社交软件不断刷新，灵魂却越来越安静。每个人都带着滤镜，隐藏真实表情。看着高楼不断升级，理想却慢慢沉寂。我们都在拼命奔跑，却忘了为何出发而已。对了，差不多是那个区间。等下小费至少280呢，280在170左右。等我一下。房间里的灯没关，想在等谁回来。桌上那杯冷掉的咖啡还停在昨晚。我把聊天记录翻了又翻，试着找答案，却发现有些离开从来没有预告。我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会把你慢慢带远，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回忆总像线出现。如果你还在，会不会陪我看海？会不会在我醉的时候说一句别害怕？如果你还在，故事会不会改写？那些没实现的未来，会不会还存在？如果你还在，该有多好啊！后来我学着沉默，把想念藏里面，可有些名字一旦住进心里就很难删减。街上那家熟悉的店，换了新的招牌，而我还是会下意识想起你的脸。原来遗憾不是失去以后，而是来不及挽留。原来成长最痛的一刻，叫学会放手。如果你还在，会不会陪我看海？会不会在我醉的时候说一句别害怕？如果你还在，故事会不会改写？那些没实现的未来，会不会还存在？如果你还在，该有多好啊！我听见旧讯息的提示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那些说过永远的人，最后都散在人海。可如果某一天我们再次相见，我想我还是会笑着说好久不见。如果你还在，我一定不会离开，一定会把那些没说的话全部都说出来。如果你还在，我应该勇敢，可惜人生没有重来，没有第二次安排。
一那种地方才会有这种外国人啊，你一般路上不会有。一零一那边比较多，然后再来就西门町。风吹过空荡的阳台，吹动我收好的衬衫，像那天你离开时，什么都。天母那边很少了，很少有，但是很少，因为外国学校嘛，基本上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去接的比较多。我是说坐车的哦。对，你那美国学校那边呢，天母美国学校那边，对，基本上都是爸爸妈妈自己去接的比较多。那你如果等一下左转林森北路，那几乎不太会有那个外国人，有啦，日本人呐，去条通喝酒的，在台北上班呐，去条通喝酒的这种日本人居多，也几乎都是日本人呐，日本人真的比较多。信诚街那个日本交流协会那边有，但是很少，也很少，也不多，也不多了。但日本人超口的好不好？日本人真的是比台湾还要口，我坦白说啦，真的，我载那么多日本人，我印象中收过小费也不过才2次而已，真的2次而已。林森北这边日本人比较多，因为都是下班之后来喝酒的。但日本人超口的。但是我载的都是比较口的，我不晓得是这样子吗？我等一下，我这边，我也是。汉口街，跟那什么西林南路，对。好，我等你，我不能动。汉口街是什么路？汉口街跟那个西林南路。啊，西林南路。汉口街跟西林南路。对，我知道。我知道。那个狮子林嘛。汉口街跟
西岭南路啊，嗯，那个狮子林嘛，啊，对狮子林那是。我跟你讲，你那个性质他妈不够意思，不够意思。汉口街跟西岭南路狮子林嘛，对。我跟你讲，兄弟啊，不啰嗦。对，了解。我也不啰嗦，好不好？汉口街。信了认识的啊，那个你讲那个我又不是很懂。光明街96号啊，就上次我带你去啊，就上次那个店嘛，我知道。啊，对对对。啊。汉口街，我跟你讲，兄弟在一起，不啰嗦。对。我从来不啰嗦，小弟哈。我跟你讲，我老婆她说阿和是好好的啊，真的吗？秦姐说，真的，秦姐认可我吗？对，所以可以这么方式吗？啊，对。她说我今天中午要怎么喝？就是阿和，没意见。真的啊？真的，干。我秦姐说，我跟你讲，真的，她认同可以不多啊，真的、啊。秦姐认识，我认同了，大哥大姐也不多啊。所以我跟你讲，秦姐，我说，她就跟我讲说，阿和很好的朋友啊，真的、啊。她说你今天晚中午你喝酒，我不管你去哪，她说。跟他在一起啊，真的、啊，后面就不要一样啊，亲点啊，真的、啊，感谢。有，我先打给他啊，打给他。妈咪啊，对我现在跟刚学长刚离开，然后那个阿和在我旁边，对，那我说，秦姐会阿和哈，然后就是说，你都同意嘛，对不对？你等一下，秦姐，好久没有看到你。姐，我9月去山东哎，那你可以陪我吗？啊？可以吗？我9月我想去，我要去爬泰山嘞，可不可以啊？秦姐可不可以啊？真的吗？可以啊，秦姐，我真的。因为5月的那个东岳泰山，我想去见识一下泰山，爬一下。你要陪我，金姐？好，真的哦，可不可以？可以陪我吗？可以啊，可以。感谢你，你要陪我，真的，我真的我没有去过泰山了，就是我想啊。没有，真的没有去过。可是我想去爬一下，可以吗？可以啊。好，感谢你要陪我啊，金姐。好，感谢你啊。好，金姐。感谢你吧。好，谢谢啊。你要陪我去爬一下泰山，因为这是我人生的目标。对，因为。我想爬一下5月就是那个东岳、南岳、西岳、北岳跟中岳，就是大陆人那个。我知道，你刚才讲过了。到那5个月，我想去
哎，我想去爬一下。哦，那9月我9月去山洞的时候，你可以感谢你跟那个我大哥，你老公陪我去爬一下泰山啊，可以吗？好，好，感谢。你还没有回家，现在应该啊？应该不是现在你不要爬泰山，你现在要爬回家吧。今天是要爬回家，可是9月我要去爬泰山，今天我要爬回家。你看你老公都他不接你电话，他就把电话交给我，你知道吗？我可怜。好，谢谢啊。啊，晴姐，我爱你啊，感谢你啊。不感谢，再见。哎，晴姐，我感谢你。你看，你老公哦，哎，他没有比我爱你。晴姐，喂，你老公没有比我爱你，好吧？好吧，那我们现在挂断了，好吧？谢谢，晴姐。好啊。 OK， 好，真的，我出来喝酒。啊！不把他送回家，你这个干嘛？啊，你老公都不讲话，你老公都不讲话。可是晴姐，我爱你，晴姐。好，晴姐，我们9月就去山东的时候，来拜托你哦，可以吗？9月我们真的要去山东，你知道吗？啊？你知道？刚不是说了吗？你刚说了吗9月我们要去山东。哦，真的，我们真的要去山东。哦，可以吗？可以陪我吗？我一定要爬泰山，你可以陪我吗？好，感谢你啊。是我手机吗？我一定要去泰山，这是我人生的目标，所以你要陪我，好不好？好，晴姐。我手机。哎，妈咪啊，他喝醉了，他喝醉了。哦，对呀，那你不把他送回家？对，我等下送他回去啊。OK， 好。从来你不用送我去啊，我自己回家。那是我好兄弟。我等下我送他回去。好，你好，妈咪，我爱你。好，拜拜。我没喝多，是他喝多了。好，拜拜，爱你，妈咪爱你。我现在去哪里？我说了。啊，没有，我挂了，啊。对，挂断了。对，好 ，OK， 好，拜拜。现在去哪里？不是，阿和喝多了。我喝多了啊。赶快送回家。好 ，OK， 好，我马上送他回去 ，OK， 拜拜。好。拜拜。爱你哦，妈咪。我要挂对。你喝多了。我爱喝嘛，他侮辱我。谁侮辱你？他侮辱我。哎，你看我们现在去哪里？好，你关掉门，我马上关掉。我们是那我们可以去那个大道路啊。在哪里？等一下。可以啊。对啊，大路。哎，
这7点一个道路是